这件化严重哦，也毋过托育问题嘛是个互家长真伤脑筋。为着要加强2岁以下托育管理，卫生福利部规划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，望讲设专法来加强管理。未来哦，年末证照的处理方式会有改变，托育中心违反规定乌白收钱，嘛有可能会防处罚。托育中心内底年末带囡仔咧佚佗，抑个读册，互囡仔听。会当安心托育是真侪家长的愿望，为着要加强0到2岁囡仔的托育管理，卫福部规划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草案，建议年末登记资格要比照托婴中心，要有托育人员技术认证，也是高中以上为相关的科系毕业。若是受过126点钟的训练，就会当做年末的管道是被取消，卖针对乌白甲家长收钱，也是无签契约，拢爱罚钱。收取这个公告以外的这个费用，如果他违规的话，我们会先让他先改善。他如果没有改善，我们会处6000到3万元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去年底全台湾的托婴中心有1502间，托育人员是11170个人，抑个有71个居家托育服务中心，有27134个人咧做居家托育。若是无算亲人托育，是这15冬来头一届数据下降。社家所表示，因为现行的儿少安置机构甲托婴中心，拢是依照儿少福利甲权益保障法来咧管理，毋过这2项其实无啥共，要设立标准甲相关的规范是真歹比较，而且即马托育模式是真多元，所以才决定要规划专法。不过民间团体认为，草案当中无讲到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规范，恐惊无法度好好来管理居家托育人员。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它的功能更细致的来讲是，它会定期访视辅导保姆，同时也让家长清楚孩子在保姆家被受到什么样的照顾。这个托育服务专法应该要把居托中心的角色跟它的功能定在专法。民间团体表示，目前年末大约有9成以上已经加入准公共化，不过面临着人力断层，所以嘛，互真侪家长找无托育人员，而且国内真侪托婴中心是私立机构，要安怎改善，互民众会当负担托育服务，嘛是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